今次嘅5年規劃諮詢呢，係同我哋嘅一向嘅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諮詢一齊做呢，係特別有意義嘅。因為5年規劃將會係香港一個發展藍圖，而佢同施政報告嘅關係呢，係一脈相承。個概念就係5年規劃將我哋整體香港發展5年嘅方向，宏觀性、策略性咁畫龍點睛，然後行政長官每年嘅施政報告就要向大家匯報我哋點樣落實5年規劃，加上按住每年嘅實際情況，行政長官嘅施政重點喺邊度？所以今次嘅諮詢係特別有意義，我亦都希望多聽大家嘅意見。首先呢，今次我講咗我哋嘅諮詢特別有意義，就係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，你提供嘅意見呢，我哋會充分考慮。咁啊，香港對接15規劃所帶嚟嘅機遇呢，係空間無限。另外，香港本身嘅優勢，亦都喺我哋規劃裏邊呢，可以係帶動起嚟。所以香港去對接15規劃呢，令到香港無論可以既有嘅優勢，即係我哋去聯通世界嘅優勢，又可以喺15規劃咧對接國家發展戰略，從而帶動我哋喺多方面嘅發展。喺城市管理同埋建設方面咧，我係聽咗不同嘅意見咧，我覺得係喺系統上要提升嘅。包括咧點樣去處理日常市民嘅投訴，令到我哋更有效，地區治理更有效。我仲想講一樣咧，就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。北部都會區我已經喺上次施政報告裏面提及過，我哋會重點發展，而我哋都已經係引進咗喺立法會咧係提交咗一個專屬法例咧，去讓到北都咧係更加嘅有效發展。佢將會令到我哋咧，無論喺教育，即係大學城區嘅發展，以及我哋產業再升級轉型，以及人才嘅發展係非常重要嘅，所以我哋希望咧係利用北都咧，令到我哋產業發展、科技發展係更加係做得好嘅。